月至年戊子月，農曆11月，吉凶事宜全解釋。1. 月度氣場核心特徵：月至年戊子月，公曆2025年12月7日、2026年1月5日，包含冬至節氣的五行格局，呈現木火生財、水土相濟的特點。天干互動，月木花草木，得自火陰火相生，猶如戊土陽土為財星，但戊土受子月水旺克制，形成傷官生財不暢的格局，需防財氣耗散。方位能量：太歲方位在東南，歲破方位在西北，三煞位在東方。呢三個方位本月要格外謹慎。節氣影響：冬至後陽氣漸生，而順應閉藏養精的自然規律，忌過度耗散精力。2. 重點吉凶事宜清單： 1. 宜辦事宜及優選時機，祭祀祈福。本月為慎終追遠的吉月，宜選收日、開日進行祭祀，例如農曆11月11，癸酉日為明堂吉星值日，宜祭祀納財。祭祀時建議供品避免桃李，寓意桃李不吉，又選蘋果、金桔等內傳水果。陽祭神明選辰時7點到9點，陰自祭先祖選未時13點到15點。納財置業財神方位多在正南、東南方向，而在子、寅、午時辰對應23點到1點、3點到5點、11點到13點辦理收款、存款等事宜。祝福者可借驛馬動財之機，在牌局或交易中保持冷靜，意見好就收，守住財氣。修造修繕優選農曆11月初1，癸亥日、戌壽、21、癸未日、躙壽等星宿吉一動工。修造前需避開東南太歲位動土，若必須動工，可懸掛同鏡化煞。2. 計辦事宜及規避要點：重大遷徙與開市本月午離福日等凶神較多，計入宅、移徙、安床、開市，尤其農曆11月11，癸酉日，明確忌會親友、安葬、安門等事宜，違者易犯口舌是非或健康隱患。方位禁忌行動：西北歲破位忌設祭壇、放寵物；東方三煞位忌破土、伐木。屬兔者本月遇兔煞東，忌向東出行或從事高危作業。命理衝突事宜：月木忌庚辛金克伐。屬猴、屬雞者對應辛金、酉金，本月忌重大決策，傷官生財受阻。創業者忌盲目擴張投資。3. 分場景注意事項： 1. 日常行事指南，服飾選擇：祭祀等莊重場合宜着素色、深藍、藏青。忌正紅、僅宗祠重修可用。時辰規避：丑辰至時辰1點到3點、7點到9點、9點到11點，多為勾陳、天刑等凶神值日。忌簽約、求醫、健康養護，遵循冬不撞正、春必病瘟古訓。忌熬夜、過量飲酒，可多進食黑芝麻、核桃等養腎食材。2. 生肖專屬宜忌：生肖宜事忌事改運建議蛇本命年祭祀祈福、修繕西北方出行。大額投資佩戴玉質護身符；虎小額理財、社交娛樂佩戴金屬飾品；衝動決策戴綠檀手串增強木氣；兔居家靜養，學習提升向東出行；動土修造臥室西放同葫蘆化煞。3. 特殊場景提醒：牌局社交針對祝福者，選背牆招門座位；摸牌前搓手3秒激活能量；輸錢時易跨對手轉勢；計戀戰上頭；宴會安排生日宴等，優選農曆11月21，癸未日，避開11月14，丙子日，將壽值日，宴會凶。4. 趨吉避凶實用技巧：風水調和，東南財位置同頂，西北歲破位掛紅色中國結，增強氣場平衡。心態管理：因本月傷官見官風險高，忌與人爭執，如糾紛以退一步化解，應急處理。若誤犯禁忌，可當日沐浴更衣，向東南太歲位焚香致歉。
總結本月五行，木火生財但不暢，而順應東床規律，優先辦祭祀、納財、修繕事宜，選對時機與方位更順利，計重大遷徙、開市及高危方位行動。屬猴、雞、兔、蛇需格外注意對應禁忌，日常做好健康養護與心態調和，巧用風水技巧可助力趨吉避凶。如果覺得呢啲提醒有用，不妨點個讚，收埋慢慢參考，亦都可以分享俾身邊有需要嘅朋友，一齊好好應對呢段時間嘅大小事。多謝各位，我哋下一集見。今日嘅講解就講到呢度，記得點讚、分享、收藏，多謝各位。